啊？哎呀，你見到佢捉咁重量級，我唔接你點得啊？喂！唔係啊，你係咪唔記得 set 想過嚟 mark 我啊？係啊，係啊，講佢翻嚟識 set。對唔對 OK，呢個 OK，OK，差唔多差唔多。但係咧，今日有聖誕禮物啊？聖誕禮物，唉，死好似冇準備好啫。咁好似我哋有準備俾佢哋喎。啊，好似係喎。咁啊，啊，你都等咗好耐啦，嚟咯喎！喂，仲坐喺度嘅咩？哎呦，好性感啊今日！收羅一般的猛攻，空手都有風，不需揮舞太多，觀眾亦搖動，出手可莫忘，高水谷過江。你想唱到邊啊？不管招式在邊，跌都不該斷片，特震或是不震，亦踏實地練。企好，自己心中有底線，未擔心方向找天。誰話強大全賴流量藏密碼？未分了心，我單臂比你好打。在流動如盡微步，但平靜如着前路，心壓收到啱數，手法先到家。我出分身，我認真，位位都高手本手就一把兵器，但你學武士不氣，住學要熟習才練成大器。你要飛亦是憑力從地起，人若強大難於佢亦無懼怕，見挑扎招碰壁也出劍挑花。話融合無限難度，或無限如截拳道，本領收到啱數即興先到家。就學我一橫刀一下